家己家的意义，家己家的趣味，朴实的城市，文化的记忆，阁有温柔的 melody。咱兜的看度，毋是看平数，是头前有美术馆照路，后壁有阿里山看顾。有时闹热滚滚，有时恬静平顺。一个家己，三种家的意义，13个家的标志，18种家的表示。来家己，今年的寒天，以城为家，嘉义 City as home。来家己。互阮的故乡用心款待你。新生代最冲编辑首脑，景观建筑新锐思想家，地方创生田野实践者，在嘉义做戏给全台湾，无有同心设计大象，做全天下最完美的阵容，一起打造。欢迎回家启程的家，山林的家，生活的家，款待的家，期待我家，木造的家，职人的家，纳凉的家，改变的家，生活的家，有味的家，有神的家，热闹滚滚的家，全程带你回家，为你打造嘉义。City as home， 以城为家，一座城市3种家的概念，13处家的所在，18种家的表现，全程带你回家。12月24日正式落成，用心款待每一个来家的人。